係歡迎大家嚟到呢個有關創建碰碰店嘅教學嘅。咁我哋公司就而家就發行咗一個最新嘅碰碰店嘅功能啦，咁俾大家測試啦。咁大家可以喺我哋網站去下載呢個碰碰店內測版嘅應用程式啦，然後安裝喺手機入邊就可以開始使用我哋碰碰店嘅功能噶啦。咁當你安裝完之後就會發現電話手機入邊應該會有碰碰店內測版呢個圖示咁即係代表你安裝成功。咁大家就可以點選啦，然後會入到去呢個碰碰嘅商店入邊嘅。咁大家喺呢度就會見到其實呢一堆就係我哋會員已經開設咗嘅新商店啦。咁大家喺創建之餘其實可以點選嚟到進行下載佢哋嘅個人商店嘅。咁而至於自己點樣去開創呢個人商店建立屬於自己商店咁大家就可以撳左上角嘅圖示啦。咁呢度分別有3個部分，就係蹦蹦會員啦、我的商店啦，同埋製作支付鏈接嘅。咁因為大家係未創建我的商店嘅時候咁所以我哋就要先點選蹦蹦會員去登入。咁又有用戶名同密碼，大家只要輸入翻蹦蹦用戶名同密碼就可以噶啦。好，咁輸入咗用戶名同密碼之後就可以點選創建商店就去登入你嘅會員帳號同埋創建商店噶啦。咁大家喺呢度會見到2個選項，一個就係創建商店一個就係我的商店啦。咁而家大家就可以先點選我的商店嘅，去點選創建商店嘅。咁而呢度大家就會見到一頁嘅資料要大家去填寫啦。咁其實只要順住啲嘅步驟去填寫其實可以喺數分鐘3分鐘之內就其實可以好簡單地去創建到你嘅商店噶啦。咁首先呢個咖啡杯其實係選擇你嘅商店嘅圖示啦。咁呢個嘅圖示就會喺你嘅人喺其他人下載你嘅專屬商店 Apps 嘅時候就會出現喺對方嘅手機入邊嘅。即係你到時會見到，譬如你賣咖啡嘅就會顯示到咖啡杯嘅圖樣啦等等。咁而家我示範一下啦，就先影一幅相啦。好，例如我賣電話咁，我賣家居電話嘅，咁我只需要影住個家居電話嘅相片然後撳儲存，再喺個方框入邊選取你需要嘅大細啦，同埋或者扭左扭右去切合翻你嘅需要啦。例如咁樣，然後撳完成。咁你個商店就會見到有個電話有啲掣出現就代表你係賣緊電話啦。咁到其時就要輸入你自己嘅商店名稱啦，例如叫 Phone Shop。而呢個用戶名同密碼係用嚟做乜嘢呢？就係俾會員因為到其時大家購買配套嘅時候有機會係多於一個網店嘅系統嚟嘅。咁其實各位用蹦蹦會員嘅戶口登入咗之後其實係可以設定用戶名同埋密碼啦。咁而用戶名喺設定之後係不能改變嘅。咁譬如係1 2 3 4 5 6，用戶名係密碼一樣啦。1 2 3 4 5 6，咁屆時只需要用翻呢個用戶名同埋密碼登入就可以去管理到呢個 Phone Shop 嘅商店噶啦。咁而密碼其實喺登入之後係可以更改嘅。咁下一步就會見到關鍵字，關鍵字就係其實方便翻其他人喺下載蹦蹦 Shop 之後去尋找翻你嘅專屬嘅商店嘅。譬如你可以打一啲關鍵字，就係譬如你呢部係電話啦，所以可以打風啦。
phone 啦，你可以打如果你買家居電話，可以打埋 home 啦等等啦，呢啲關鍵字咧就可以等人哋咧更加容易揾到你個人嘅商店噶啦。咁而見到呢個商店主頁嘅圖片咧，就係咧呢個圖片咧就係當人哋下載完你嘅 Apps 嘅時候咧，喺點選咗你自己嘅商店入到去咧，見到嘅第一幅相啦，即係其實係你商店嘅主題嘅相片嚟嘅。咁所以咧，你又可以拍另一張嘅照片啦，例如你想選取咧手提電話咧去做你嘅主頁嘅照片咧，你就可以影低你嘅手提電話嘅畫面啦，然後撳儲存咧，又好似頭先一樣啦，只需要將個方框將你所顯示嘅內容咧去調校到喺方框之內咧，屆時咧就會喺個主頁度顯示㗎啦，就好似咁。你見到呢個就係商店主頁嘅圖片啦。咁而下邊咧填翻呢啲地址咧，就係其實可以填翻你辦公室嘅地址啦，又或者係呢個你，譬如係一個家居辦公室嘅時候咧，你就可以填翻咧你個人嘅地址，亦都可以嘅。咁屆時咧就會通過呢個百度地圖咧，就可以揾到你商店啦，或者你辦公室嘅地址嘅。咁而電話方面啦，你都可以輸入你公司電話啦，或者係你個人嘅電話啦。咁咧就可以咧，其實就可以咧方便翻咧會員咧想揾你問一啲產品資料啊、產品資訊啊，或者有啲乜嘢新嘅產品咧，都可以通過呢啲聯絡方法咧去話翻俾去聯繫翻你咧，就等你知道嘅。咁電子郵箱一樣啦。電子郵箱都係一樣啦。咁就打翻你個人嘅電子郵箱啦。咁咧就呢個咧 Boom Chat 嘅功能咧，亦都可以打翻咧你喺 Boom Boom 會員嘅用戶名咧。咁將來咧喺呢個商店入邊咧，其實係可以借住呢個 Boom Boom Chat 嘅功能咧，去直接咧就用 Boom Chat 呢個平台咧，去同呢個商店嘅老闆咧去聯繫翻嘅。咁都係一個非常之好用嘅功能。好啦，咁填寫好所有資料之後咧，就咁創建自己嘅個人商店㗎啦。咁大概等30秒之後咧，個商店咧，咁佢喺上載所有嘅資料之後咧，就會出現喺我啲商店之後咧，就會出現到顯示翻上載完成咧，就代表咧大概30秒度咧就會創建到屬於自己嘅商店嘅。咁咧而家就會見到咧 Phone Shop 就出現咗啦。咁咧打翻呢個 password 咧就可以入到去，打翻啲密碼咧就可以入翻去商店度㗎啦。咁咧至於點樣去加商品咧，加入商品咧因為咧啱啱你嘅商店創建完咧，咁我哋要加入商品先可以銷售㗎嘛。咁咧呢個時候咧就可以去到管理商店度，然後撳商品，就可以撳我的產品咧，就可以加入你想售賣嘅貨品嘅啦。咁咧就好似頭先一樣咧，其實整個應用程式、整個 Apps 咧方便嘅原因咧，就係其實咧，無論你創建商店定係加入商品咧，個程序啦同埋個程序咧，其實都係大同小異嘅。買 Sony 電話嘅就可以加入 Sony 呢個啦。咁我的名稱就譬如可以咁樣講，就叫 Sony 啦。咁
咁我詳細嘅相咧就好似咧都一樣啦。跟住咧，你就可以話咧講翻咧你件商品咧係咩嘅產品啦，喺商品描述入邊啦。咁例如呢部一部手提電話啦。咁講翻你要賣嘅價錢咧，譬如我呢部手提電話賣2000蚊啦。咁下邊咧其實就有個俾錢嘅一個網站嘅鏈接嘅。咁到其時咧有意去買你手機嘅顧客咧，就可以去翻咧呢個嘅網站咧，而去購買呢個商品嘅啦。咁呢個咧就係咧呢個大支付嘅一個鏈接嚟嘅，就會到其時連接我哋嘅第三方支付系統咧，大支付咧，咁就去俾到大家咧一個一站式嘅服務嘅。咁然後撳確定啦。同樣都係等待咧上載完成咗之後咧，喺我的商品入邊咧就會多出啱啱 Sony 呢件產品嘅啦。咁而呢個時候咧就可以翻去睇翻啦。咁咧商品咧而家見到就可以有一樣啦。咁而屬於你自己嘅商店咧，其實就可以擺咧100種嘅產品嘅。咁咧就譬如你唔止擺 Sony 啦，咁你可以買其他品牌嘅手機咧，都係可以嘅。唔同型號嘅手機都可以擺喺度嘅。咁另外咧，譬如你之前創建咗個商店咧，喺啱啱創建商店嘅頁面入邊咧，你覺得唔滿意咧，就可以點選編輯商店咧，去重新咧去修改咧你頭先創建商店嘅資料啦，同埋圖片嘅，就進行翻更新啦。就好似咁。咁而當中咧，亦都有個編輯商店咧，除咗可以俾你更新資料之外咧，其實咧亦都係可以俾你一個去轉變商店嘅類型嘅機會啦。咁例如我而家係賣手機嘅時候咧，我下一個要做嘅生意咧，譬如係想賣酒啊，賣其他醫藥嘅藥品咧，等等咧，譬如賣花啊等等咧，甚至係賣服務，譬如補習等等咧，餐廳啊、服務啊等等咧，呢啲行業咧，其實都可以擺上我哋嘅碰碰店去做嘅。咁所以咧，其實係好方便，亦都好快可以轉到，可以將你嘅商店嘅類型去做轉換啦。只需要去上載新嘅圖片啦，改新嘅商店名稱啦，改翻啲嘅商店頁面咧，其實就可以即時咧就進行呢個轉變商店類型嘅，而無需要下載一個再創建一個新嘅商店咧，其實係省時方便嘅。咁最後有關咁另外咧，最後咧就係修改密碼啦。咁其實咧亦都可以咧去修改一個新嘅密碼咧，去俾一個譬如你而家係去租一間商店俾人咧，當上一個嘅人咧，你俾呢個密碼佢嘅時候咧，如果你想將佢咧租俾下一個嘅客人嘅時候咧，你可以藉住呢個修改新嘅密碼咧，而將呢個用戶名咧交俾下一個新嘅顧客同埋新嘅密碼俾佢嘅。咁屆時咧亦都係好方便，只需要修改密碼咧就可以咧將佢咧俾下一個顧客去繼續使用你嘅網店系統，同埋收取更大利益嘅。咁有關於管理商店咧嘅同埋創建商店咧呢個嘅教學咧就到此為止啦，多謝大家。